现成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2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2页。对头先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。对头先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，就是解说甲不染善恶，赐名圆满报成佛。即马煞咧呢，要来解释下面。下面就是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行三恶尽。得至无上菩提，念念自见，不实本念，名为报身。这就是咧解说圆满报成佛最后一段。在前面啊，就是讲善甲恶虽然是有差别，但是好的人的本性，甲迄个歹人的本性，应该是无两个。也即个无有两个的本性呢，就是实性。在实性中，无去念着善恶，这个名叫做讲做圆满报成佛。这是在前面所讲。即马说的就是讲自性。若是起一念恶啊，就灭了万劫的善因；自性若是起一念善呢，就得行杀恶尽。就是讲有行杀遐尼诚济恶啊，也能做即嘛尽啦，安尼叫做得行杀恶尽。得至无上菩提。就是讲，一定呢，就到甲迄个无上的菩提去。自性起一念恶，就是讲将咱的自性心中起了一念的恶，也就是起一个恶念啦。恶念一个起啊，万劫的善因呢，拢去会灭掉。万劫的善因啊，就是讲几万劫所累积起来的善因，拢互即一念恶咧，拢甲伊灭掉去。在其他的所在有伫咧讲，一念真慧火，焚烧功德林。以即个一念真慧火焚烧功德林，来说明讲起一念恶灭万劫的善因，安尼咱可能啦更加容易了解，因为咱必须啦有一个物件，互咱看，有一个物件呢，互咱来去甲想，才会当了解。咱在山里所在啊，来种迄个树啊，也迄个树啊呢，毋是讲今仔现前，今仔就现大丛起来。尤其是要种甲一片真正旺盛的迄个树呐，一定爱经过真久的时间甲培养。开始种的时啊，爱真辛苦去甲伊种，然后爱甲伊培养。压水啦、抠草啦，在细丛的时阵拢爱。到较大丛的时阵是免搁再抠草啦，但是若伤过无有落雨，你嘛是着甲压水啊。安尼经过真久的时间呢，迄个树苗呢才会旺盛起来。但是呢，经过真久。几十年，或者是讲几百年去培养的树苗，只要有一支火啊，早即嘛烧了了。若是有人无小心，
在山里食薰，也迄个薰屎啊，甲伊落伫涂骹，也有迄个草啊倒起来，哇！即马倒对树仔来，愈倒愈严重呢。所有诶树若拢早即马烧了了。你看，几十年或者是讲几百年辛苦培养来诶树若呢，就毁于一旦，一搭骨就去了了啦。这就是遮所讲诶起一念恶啊，灭万劫善因诶披露。就是讲，咱辛辛苦苦经过万劫所培养来善因，因为你有一念之恶，结果呢，就甲你毁掉去。从这个所在，咱就要了解讲，起这个恶念，伊的毁坏力非常严重，所以咱就时时刻刻爱会记哩，毋通起这个恶念。下面讲自性起一念善，得行三恶尽。但是咱自性呢，那是起一念善，就是讲在自性中啊，生起一念的善念，也那安尼呢，就会当好得到幸福三遐尼真济迄个罪恶呢，拢会当好甲伊消灭掉。行山就是幸福中的山，幸福中的山，这是要披露数目非常的多。在起信论原来讲啦，讲各幸福山顶上烦恼，伊无明起，就是讲比迄个幸福山搁再较济迄个烦恼啊，是依着无明而起啦。也即个地道论原来就伫讲啦，讲在即个南赡部洲中有种种的大河，有诶呢比迄个幸福搁再较大。为什么常常拢摕迄个幸福山出来披露啦？在地道论的回答就是讲幸福山真济，其他的河啊山无遐济。因为这是要比数目的济啦，所以就提出迄个数目济来比喻，就是讲摕迄个山的数目济来比喻。其次呢，这个幸福啊，是咱世尊伫迄个所在教法。咱世尊伫咧教法众生呢，拢是在幸福边一带。遐个弟子呢，看会到的，迄条幸福看会到，摕来比喻啦。容易了解，你摕一条因这地主看袂到的河，譬如无容易了解。比如讲，在咱中国的人，若是讲无去过印度，无去过恒河，敢听讲恒河啊，到底恒河是啥物款呢啦？可能咱也袂当好直接非常深的了解。因为佛伫恒河边教法，弟子呢拢有看到，所以呢，摕来譬如。搁再过就是讲，在迄当阵的人以为讲，即个幸福是一种的福德结合。若人入去到底洗身躯呢，会当好消灭了种种的罪业、种种的罪恶。所以到目前啦，平常时阵幸福底足侪人伫遐洗身。即条幸福呢，实是真垃圾的一条河。若有去过印度的人都知。但是，迄个婆罗门教的人啊，人伫恒河底遐浸咧，伫遐念念有事，毋知念啥物，念了呢，就因迄个恒河的水起来，迄个水呢，就叫做圣水，食了呢，会当互消灾。事实上，迄个水非常的垃圾。在无偌久以前啊，在报纸上有一个报道，就是讲有外国人去甲伊摕迄个恒河水起来甲伊化验，结果即个恒河水内底迄个细菌非常的济，食了甲会死。但呢，印度人啊，可能免疫力特别强，就是讲有迄个抵抗细菌的力量特别强，所以因食迄个水根本就平安就无代志。因为在印度人拢相信
恒河是一条福德河，一种吉祥之河。入去遐洗身，所有的罪过、罪恶拢会当消除。大家呢，拢就是对这条恒河有一种个敬心这条恒河大家拢捌哩所以呢，就以这个恒河来甲伊做譬如。所以为什么咱经典处处，若是比迄个数目的济呢，拢摕这个恒河，就是我拄则所讲这几项的意义。伫遮所讲就是讲，自性起一念的善安尼有参像恒河水的数目遐尼诚济，迄个罪恶都拢会尽，拢会去了，拢会无去。直至无上菩提，就使你呢一直到迄个无上的菩提。无上菩提这就是佛所证的至高无上的真理啦。六祖慧能大师遮讲这几句话，就是伫咧强调讲，咱心毋通起恶念，心呢爱起迄个善念，一念的恶念。把万劫所修来的善因做一嘛毁灭，一念的善念也把参像恒河山遐尼诚济罪恶，拢甲伊去尽。只是一念而已，迄个力量就遐尼诚大，咱袂使咧无谨慎。讲念念自见，不识本念，名为报身。这个念念自见的意思，就是讲咱一念一念之中呢，自己爱自见。自见的意思，就是讲念念分明啦。毋通讲咱自己伫咧打啥物梦想，咱也毋知。那安尼就毋对咯。可能你起了偌济恶念你糊里糊涂，根本都毋知。所以伫这所在念念自见，就是讲在念念中呢。要觉察，以智慧来去觉察，来去照料。我现做时所起的到底是善念，或者是恶念？若是起恶念，赶紧甲伊拍掉。善念呢，就会增长。不失本念，讲毋通失去了本念。这个本念就是讲本来的正念。在前面有讲过去，所谓无念，就是讲无有这妄念，但是无有妄念迄个所在，正显示出讲有迄个正念，也就是讲，毋是意识的妄想乃是一种的智慧的妙用。所以不失本念，这个本念就是智慧的妙用。将这个智慧的妙用毋通甲伊失掉去，安尼叫做不失本念，讲名为报身讲这呢，就名叫做报身，报身回来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在报身回来底所强调的，就是讲本性中其实有智慧，这个智慧发生妙用，那这就是报身佛。事实上，这个报身的意思，也是咱众生一直学去修行断烦恼。了生死，会当好证到咱本有的智慧，这就叫做圆满报身佛。下面讲和明千百亿法身，若不思万法，成本如空。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；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。毒害化为良舍，慈悲化为菩萨，智慧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心多，迷人不能生觉。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。回一念善，智慧即成，此名自性化身佛。和明千百亿化身，讲什么名？叫做千百亿化身
意思就是讲，啥物叫做千百亿法身佛啦？讲若不思万法呢，成本如空。讲假若若是不思万法，就是讲心肝底无去想世间的种种的代志。这个万法就是讲真正一个代志，毋通家当作讲固定一万的数目。当然，这个法呢，毋是约真理的解说，这个法就是咧指咱世间千差万别种种的这事物啦。你心肝底若无去想东想西，成本如空。讲咱的性本来呢就敢若像虚空。虚空的意思就是讲无一物啦。在这个虚空中根本啥物物件嘛无啦。那这就是咧指清净法身佛。不思万法，成本如空，这就是清净法身佛咯。也一念数量名为变化。讲你一念若是数量呢，这就是名叫做变化。你心无想呢，逐项拢无，但是你心呢有想的所在，结果呢就有变化。什么叫做变化呢？这个变就是讲改伊迄个固质，就是讲迄个旧的改啦，叫做讲变。这个化呢，就是讲使伊呢会当变好的，叫做讲化。那即款的变化，就是有迄个教化意义。本来一个人真恶质，因为你甲教了呢，伊即个恶质变啦，将即个恶质变为好的，那这就是变化。这就是有教化意义。这个变化就是讲互相生别的意思，将迄个有甲无叫做讲变，将即个无甲有呢，名叫做化。总共就是讲物件呢，伫遐伫咧变，也伫遐伫咧交换，这名叫做变化。下面讲数量恶事化为地狱，数量善事化为天堂。讲即个清净法身佛，咱心中的法身本来就是清净，本来是无一物。但是呢，一念的数量这就是会变化咯。要你若是数量着恶事呢，就化为地狱。你去想一个毋满的，结果呢就变成了地狱。一念恶就是化为这个地狱啦。也数量善事呢，就化为天堂。在五圣论上来讲无妄想迄个时阵，一心呢是一佛国。咱无妄想迄个时阵，无妄想就是正念的作用。无妄想的作用就是会当显现正念的作用。在显现正念的作用迄个时阵呢，一心是一佛国。就是讲，咱一念心就是一个佛国。有妄想迄个时阵呢，一念心呢就是一个地狱。你心里的一念就是一个地狱，心里的杂念变成10个地狱。你念念中，那么就是念念的地狱。在庄敬录来讲啦，讲心呢会当互做佛，心也会做众生。心也做天堂，心做地狱，所以咱地狱实在是由咱自己的恶心所变。你起一念的恶念结果呢就化为地狱啦。讲思念善事呢，化为天堂。讲你在心肝底想一个善事，想要来做一个好代志。结果呢，就是变化一个天堂出来。天堂这就是天上的宫殿。六祖慧能大师伊遮讲的呢是较简单啦。咱在这个所在搁再
根据经典所讲的，做一个补充思量恶事一念的恶心比如讲，咱有一个贪嗔痴的一个恶念，也想要来去做这种种的罪恶有心的贪嗔痴，想要来杀生、偷盗淫欲，或者呢，想要恶口两舌、妄言绮语，安尼结果呢，就是属于十恶业咯。由这个十恶业种类，就是这种地狱的因啦。这个思量善事呢，就是有这个十善修这个十善，结果呢就化为天堂。这个天堂是以十善为因。入面讲毒害化为良善，就是讲你这个心为毒害就变化作良变化作蛇。毒害这是以真正毒的计划要来害人的这名叫做毒害。在《卫教经》原来讲心之可畏，心以毒蛇。讲咱人的心的迄个可怕，超过迄个毒蛇，就是讲咱人心的毒比迄个蛇过来较毒，比迄个毒蛇过来较毒。是安怎讲？咱心的毒害比迄个大毒蛇较毒呢？迄个毒蛇若甲你咬死去上计就是讲甲你咬死尔。到遮为止煞啦，袂搁再搁向前搁再继续去受啥物款的灾害，一旦死去就煞咯，你过来去投胎搁出世绝对袂讲即马毒蛇甲你咬死，即世人死去了，来生搁再未完未了，无即个代志。但是咱即个心毋是咱即个心是咱现主时到未来，这是永远伫咧继续。这个心呢，就永远继续。若是讲是种毒心，一种的恶心，那一直伫咧继续落去。即款呢，以后所受的灾害就非常的多。尤其是咱这个恶心这个毒心，咱去做一项罪恶的代志比如讲咱。计划讲要来去害死人，要来去杀死人。你怎甲害死人、杀死人呢？毋是讲你甲害死、甲杀死，安尼就煞了。你甲害死、甲杀死，你来生也受这个果报对在三恶道也生生世世甲结冤受。这都毋是讲咱互蛇甲咱加一个将死去准拄好，毋是安尼。你看咱。在这个世间上，一个犯罪人，伊有迄个真正狠毒的心，将人家害死。咱即马报纸上常常看到，杀死了呢，搁做迄人搁来甲分尸，搁来甲别死。安尼咱想看，伊爱受偌济果报若是讲去互政府掠去，一定该判死刑。要判死刑是毋是就煞呢？若是要咱佛教讲起来，毋是安就煞。判死刑了，伊就搁对入去地狱底。地狱底去受罪了呢，可能就搁再做畜生那么结果呢，以后就是甲迄个被害者呢，伫咧冤冤相报。所以在《卫教经》所讲的“心之可畏，心以毒蛇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佛经每是以这个金或者是讲咱人的四代，改譬如叫做讲毒蛇，伫这个所在就是用以这个心来譬如这个毒龙、毒蛇。所以讲毒害呢，就化为良蛇。你有一个毒害心，你以后变成一尾毒龙，变成一尾毒蛇，那就是因为你的毒害心所变化出来，迄个毒蛇话实是非常可怕。尤其是这个毒蛇呢，拢是在迄个热带地，产南洋迄带。
所以在泰国啊，一年中互迄个毒蛇甲伊加死的不计其数。咱普通迄个毒蛇，伫迄个人仔底伫咧互人看咧，用过迄个人仔也网仔围条咧，莫互伊弄出来就会杀你。但即种迄个毒蛇真可怕。你虽然是讲无去加着，但是吐迄个毒烟出来，照常呢，咱人会中毒会死。所以呢，就搁将迄玻璃筒啊呢，搁再甲伊围，将四边啊拢将玻璃甲伊围起来。你看迄款的啦，只要互你加一个呐，随时就死啦。那迄非常可怕，迄是差不多若加了都无救啊。这到底是对倒来，就是咱人的毒心。咱若想起讲，咱人的心的毒。实在是比毒蛇搁来较毒，这呢，咱毋免多说明啊。我相信咱会当了解，会当感受着讲，迄款的心毒的人，毒甲是偌尔诚毒，较毒的人都有。但是这是真可怕的代志。以后呢，变成毒龙毒蛇来受迄个果报。那这个毒龙毒蛇，这是以咱人为敌，就是讲这是咱人的敌人。所以你这个毒蛇毒龙，莫互人看到，你互人看绝对是无命。所以伊每一日啊，就是生活在迄个真正恐怖中，所以本身嘛是真痛苦啦。一边讲慈悲化为菩萨，智慧呢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。讲咱的一念的慈悲心呢，就化为菩萨，因为菩萨是大慈大悲啦。所以只要咱若是有生起一念的这个慈悲心，那这个慈悲心就是菩萨的因，未来呢就会成为菩萨。咱将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讲的这段道理，咱就要了解这个起心动念对咱一个人的前途有莫大关系。所以啊，就是爱时时爱注意咱的微细动念。所以在前面直直讲做念念自见，就是讲咱念念中呢，咱自己也要觉察，也要回光返照。毋通讲咱去迄个恶念啦，去迄个邪念去甲毋知影无法度控制。咱现在是糊里糊涂起念头，以后可能是糊里糊涂呢去受痛苦。注意听先听着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。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，即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